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前任台中刑府法警案的吊官落落来，去害台中捷运的这个列车去弄到，造成一死15伤的意外。检方也甲姓柯也有姓李的2个工人甲起诉。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是照刑法过失致死罪，一个甲判1档2个月，也另外一个是判1档，拢会当假罪3年。吊手落落去，互列车弄到造成一死15伤的惨剧，台中捷运自2013年5月发生刑复法吊手拆除作业，所落落去的重大公安事件，台中地检署所起诉拆吊车的姓柯姓吕的工人，台中地方法院自5以刑法过失致死罪分别判2人，1年2个月加1年，而且缓刑3年，专案应上诉。本院合议庭审酌，被告2人之前都没有因为故意犯罪而受刑之宣告。那2人都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犯本案，并非故意犯罪。而且被告2人在饭后都坦诚犯行。台中地院表示，那工人分别做拆除的指挥手甲操作手，按过过程中违反工程时间计划书的规定，才造成意外。按过考虑2人承认，而且无故意犯罪前科，佮甲大部分死伤者和解，所以有伫缓刑。刑复法表示，尊重司法判决，台中市府甲中捷公司求偿的2点2亿已经全部拢付清。我们尊重司法判决，我们就按照那个仲裁结果，全部都已经完成手续了。台中市府强调，已经修订紧急停车、通行用语甲决策收款规范，专线车站增加月台紧急停车开关优化事故了后，列车巡检定数也加强第3人员的应变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